進行整個紮鐵工序之前，就應該先同各行業互相配合，好似水喉、渠、電器、消防、冷氣、煤氣、電梯、釘板等等嚟制定紮鐵嘅步驟嘅，而且要喺預留暗喉嘅地方，盡快咁紮好樓面底鐵，等其他行業可以盡早完工。不過記得啊，所有嘅暗喉都唔可以行近鐵面，唔係就會影響石屎保護層噶啦。炳叔，講下，原來紮鐵嘅工序咧，真係幾繁複嘅。係啊，你都唔想棟靚樓起到好似我平時腰骨痛咁，企都企唔穩噶。唔會，炳叔，你老當益壯噶嘛。咁好口，講翻紮鐵好過啦。嗱，喺紮樓面鐵嗰陣時咧，就應該預備定一啲掹仔，咁萬一臨時要更改細鐵都有得用啊嘛。呢啲係叫做未雨綢繆啦。咁我都有先見之明，我平時都會預先安裝好一啲較大嘅過路箱，咁就唔使拆去個別嘅樓面鐵啊嘛。咁啊醒啊！如果唔係咧，就要好有手尾，拆完裝好，再即刻將樓面鐵紮翻好先得噶。仲有啊，各行業嘅裝置如果有啲咩需要改嘅，應該要早啲話俾紮鐵管工知，咁樣成個紮鐵工序先至可以配合到噶。至於流窿同套筒嘅位置，除咗要準確同埋符合 size 之外呢，仲要照住師傅圖嘅指示，喺正確嘅位置加上防裂鋼筋，就即係 trimming bar， 用嚟加強石屎嘅耐拉力，防止石屎喺收水嗰陣時呢會喺流窿位置產生裂縫嘅。即係好似阿炳嫂做孖屎做到收晒水裂晒咁樣，好恐怖噶嘛。炳嫂佢就裂唔裂得咁恐怖噶啦。另外為咗避免會破壞到紮好嘅鐵，樓面亦都必須要有足夠嘅橋板嚟做通道，唔係紮得幾靚都冇用啊。計我話，總之樣樣都做好啲，棟樓啊，自然都有質啲啦。咁做得好唔好咧，都要 check 過至知嘅。所以成個紮鐵過程，除咗紮鐵管工之外，仲要由大判嘅管工嚟審核，再入驗收紙，搵工程師嚟驗收噶。點止啊？如果紮鐵部分涉及到板模啊、機電或者其他行業嘅話咧，就仲要由工程師、監工同埋機電工程師嚟 check， 三方面都覺得冇問題啦，咁樣先至可以落石屎嘅。落完咧就仲要盡快掃翻乾淨鋼筋上面嘅污漬添，真係我女朋友都冇 check 得我咁緊啊！咁啊係啊，落完石屎之後，承建商咧就要用驗鐵儀嚟抽樣檢驗石屎保護層。如果發現有唔足夠嘅話，承建商就要即時檢驗晒所有嘅同期石屎保護層，同埋提出補救嘅方法，俾則師睇過之後 OK 先至用得噶。雖然 check 嚟 check 去就好似好煩咁啊，但係只要我哋做得好嘅話，怕咩俾人 check 啊？講得啱，炳叔，果然有見地啊吓！